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实在讲，即摆的战争已经进展到讲，无当一个理落，炸弹就拍到对地球另外迄边去啊！啊，毋过英国讲到战争会造成车厘自杀，甚至会造成家破人亡。毋则讲，万一要落军中要去做兵的时阵，真侪人是烦恼讲有去无回头。过去真侪台湾歌谣，就咧唱即款将军的心声。国情今日要招你同齐来听一条送军之类的。这是离这当阵将近已经50档真好听的歌。歌词头一拍讲，一路送军到车站，两人情分毋甘放，依然写心沉重，煞来目眶红。望君真心烧疼痛，为君周空房。咱情义毋通袂记。我是你的人，是啦。这条歌所作词的是一个身体有较不便、未爱国掌权度生活的残障人士，伊叫做齐品莹。伊就是听到电台内底主持人周义新先生咧讲，然后歌词寄过来，互我来作曲。结果周义新接到伊的歌词了，真感动。有影这个字句写了真好，作曲了后寄去中视金曲奖这个节目，得到社会人风评恶落。这条歌煞大迄度。啊，歌词内底头一拍讲，一路送军到车站，依然写心沉重。来到第二拍，一讲完就变成两哦。写歌词的人真讲究哦。第二拍歌词见面就讲，两人离别回头看，点点珠泪滴袂煞，亲像珍珠拍长线，伤心送情伴。为国服务就出外，甘愿来拖磨，在军中就爱保重。唔通受风寒。是啦，来到第二拍的歌词中站，咱才知影讲，原来烧送的原因正正就是对方要落军中，要去做兵，要去军中服务咯。啊，歌词内底写起讲，珠泪亲像珍珠拍长线，你甲想讲这剑景相情，珍珠一粒一粒拍长线连落来，安尼珠泪一再伫咧流，伤心送情伴。这句情伴，即摆原来真罕得人讲啊。咱即马吼现代社会台湾来讲男女朋友，咱即马讲情人，讲情义。毋过即句情伴讲得也真有意思。两人离别回头看，过来就变三声无奈爱分开。我是真心的爱你，心情坚定才应该写批互我知。为君思情暗悲哀，期待倒转来。阮毋管3年5载，也是要等待。是啦。相信讲有真侪，迄当阵伫咧军中服务的少年家听到这个歌，真正毋敢变心，也毋敢反晓。相信所爱人最后也是当结成连理。这就是早期咧唱将军、咧唱当兵迄款心声，感动人的台湾歌谣。